馬鞍島啲樓就算俾多10年時間佢都賣唔晒啊！馬鞍島嘅樓市已經死咗噶啦，唔係危言聳聽啊，係用數據、用事實、用成千上萬嘅港人返內地買樓血淚教訓。同你講清楚，呢個曾經推到天上有地下冇嘅心中第一站，填海嘅西岸，中山嘅未來市中心，今日落到啲咩地步呢？去化周期長達25個月以上，一手庫存6、7千套，二手3、4千套。計埋嚟成萬套壓死咗喺度，開發商借債起樓，空手套白狼嘅模式徹底爆雷啊！房價腰斬，成交冰封，投資客嘅腰斬同埋業主被套，爛尾風險重新復燃。今日呢，我係用最接地氣嘅廣東話同大家由頭到尾講透馬鞍島點解會行到今時今日咁樣呢一個地步呢？俾所有想上車已經上咗車，準備割肉嘅朋友一個清清楚楚嘅答案。OK， 歡迎翻嚟 Johnson 嘅 channel 啊！今期嘅影片開始之前呢，我哋都係老規矩啦。如果支持 Johnson嘅話，幫我點一個 like 同埋訂閱，以及喺評論區留言支持2個字啊！廢話唔多講啦，我哋直接拋數據。2026年嘅最新數據，馬鞍島一手住宅庫存量呢係6千套到7千套之間，月均嘅成交呢得個50套到70套之間啫。去化周期超過25個月，咩概念啊？就算依家即刻停止供地、停止起樓，單消化依家啲貨啊，都要消化2年半嘅時間。現實係咩？仲有啲未開工、未推售嘅貨量，仲有成片嘅規劃住宅用地。未來嘅總套數呢會通到10幾萬套，但係常住人口得個幾多呢？係得個1.8萬到2萬人啫。你自己計翻條數，2萬幾人對住2萬幾套房，再加上未來嘅10幾萬套嘅規劃，呢個供求嘅關係呢係咪已經係成咗一個死局呢？我再講啲更加恐怖嘅。二手嘅掛牌量3千套到4千套，價錢呢比高峰腰斬，仲賣唔出啦。最高峰嘅時候，馬鞍島賣到3萬4萬一個方，推到當時話對標前海、對標深圳。今日呢主流嘅樓盤1萬到1萬6，仲要係特價供底房聽動價。2021年高位買入嘅業主呢，首付蝕埋咗，唔單止當蝕埋啲供樓嘅利息，依家賣樓呢仲要倒貼錢入去先賣得甩啊！咁你話樓市係咪死咗呢？係咪流動性死咗？係咪信心死咗？係咪預期死咗啊？今日我哋唔單止講數據，我要同你拆解最核心嘅死因啊！開發商借錢起樓，空手套白狼嘅模式係殺死咗馬鞍島樓市嘅元兇。好多人買樓呢，淨係聽個銷售推規劃、推交通、推未來，但係從來都唔知道開發商起樓嘅錢90%呢都唔係自己㗎。今日我哋一步一步咁樣講俾你哋聽，呢個遊戲呢係點樣玩呢？係點樣玩死自己、玩死啲業主呢？第一步玩呢就攞地借錢啦。當時馬鞍島嘅地塊呢真係爭崩頭啊，地價呢越拍越高，開發商自己出20%到30%嘅份聲，剩低自己啲錢呢全部都係向銀行去借、向信託去借、向啲資管嘅公司去借，抵押物呢就塊地啦。咁塊地呢未起樓已經係負債累累㗎。開發商賭嘅係樓，一旦賣爆即刻回款還債，再攞啲地再擴張，呢個呢就高槓桿，一旦呢賣唔出，直接係爆雷㗎。咁第二步嘅話呢就建設借錢加墊資啦，攞到地之後呢就起樓嘅錢繼續借啦。咁銀行呢繼續發貸，建築公司呢墊資，鋼筋水泥嗰啲咁嘅話呢就借數，建築隊呢就先做嘢後收錢，材料商嘅話呢就先供貨後埋單。咁開發商喺建設嘅階段呢，幾乎係唔使點用自己啲錢㗎。呢個所謂嘅就係用人哋啲錢攞嚟起樓啦。第三步嘅話呢就預售制偷水，用買家嘅錢攞嚟起樓，樓呢又起咗幾層，攞咗預售證之後呢就即刻開賣啦。買家首付啊、訂金啊同埋啲誠意金啊，全部流晒入開發商嘅口袋入邊。咁理論上呢係要入監管帳戶嘅，但係實際操作當中呢，只有啲銷售一好呢，資金呢即刻俾偷走㗎啦。咁開發商呢就用你啲買樓嗰啲錢呢攞嚟去還啲舊債，去攞新地去填其他項目嘅缺口。咁第四步嘅話呢，按揭款到帳，最後一筆大血，你去銀行呢辦按揭，銀行呢一次性將存款打俾開發商，你慢慢還銀行嘅30年。咁開發商呢即刻代代為安啦。呢筆錢嘅話呢係開發商最大嘅融資嚟嘅。你睇下由頭到尾，開發商用最少嘅自有資金，撬動咗幾倍或者10幾倍嘅槓桿，賭錢賺大錢，賭輸爛尾爆雷，債務違約，最後嘅風險嘅話呢，全部都係轉移翻俾業主、俾銀行、俾社會。馬鞍島呢就係呢個模式嘅最極端、最瘋狂、最後邊爆得最淡嗰個地方嚟嘅。當年呢深中通道啲未開通，全國嘅開發商啲衝住過嚟呢邊攞地，推咩深中通道30分鐘到深圳啊，推咩馬鞍島係中山嘅未來嘅 CDB 啊，
推咩科學城啊，推咩大學啊，推咩醫院啊，又話推啲咩經濟總部啊，推咗幾十萬人銷售呢嘅話術呢，真係一套接住一套咁樣。深圳嘅房價呢10幾萬一套，馬鞍島呢先2萬蚊一套，真係眯埋眼買都可以賺錢啦。咁深中通道一開呢，房價呢即刻翻倍啦。今日你睇唔起，明日你高攀唔起，結果呢深中通道通咗啦，房價依家跌咗啦，人流呢嚟咗啦，買樓嘅人呢就走咗啦，規劃呢就越畫越大。現實呢跌得最淡，點解會咁樣呢？我同你講夠4個死穴，每一個都係致命㗎。第一個死穴嘅話呢，就供應嘅爆炸啦，需求嘅腰斬，供求徹底失衡啊！馬鞍島呢已經開發加喺建設同埋依家待建嘅住宅呢，已經接近25000套啦。遠期嘅規劃呢係10幾萬套，但係月成交呢得個50-60套，一個月呢賣50-60套，一年先600-700套，2萬幾套屋嘅話你計下要賣幾多年啦？人口得個2萬幾，產業未落地，寫字樓呢大部分都係空置嘅，商業呢亦都冇人氣，學校醫院呢亦都係冇配套㗎。咁憑咩之單咁大供應量呢？冇人冇產業冇就業，光靠畫餅呢，樓點會賣得喐呢？賣唔喐嘅話呢就冇回款，冇回款嘅話呢，開發商呢就還唔起啲債，還唔起啲債呢就降價促銷，供底房蝕本賣。咁越係降價嘅話呢，就越係冇人買，越係冇人買呢，就越係降價，死循環。咁第二個死穴嘅話呢，就開發商高槓桿嘅爆雷啦，資金鏈嘅斷裂，爛尾風險呢真係陰魂不散啊！馬鞍島唔少項目背後都係高負債房企，好似咩恒大嘅月龍灣啊，當年嘅馬鞍島嘅神盤嚟嘅，23000到26000一個方，都幾千人去搶啊！最後爆雷停工，幾經波折先勉強復工交到樓，交樓嘅標準呢真係大大咁樣縮水，業主呢真係喊都冇眼淚啦。咁亞居樂呢喺馬鞍島呢係有大盤嘅，亦都出現咗債務嘅問題。合作嘅糾紛啊，同埋項目嘅停滯啊，仲有啲項目嘅話呢，股權頻繁咁樣變更，信託嘅入股，債主嘅上門，工地嘅停建啊，你要明白開發商借嘅錢呢係要利息，咁要到期嘅話就要償還㗎，賣樓回款慢，利息呢都可以拖死佢啊！今日馬鞍島好多樓盤呢，表面上係正常銷售，背後嘅資金鏈呢其實係極度緊張嘅，降價賣房回籠資金係唯一嘅出路，但係呢越嚟降價利潤呢就越薄，甚至係蝕本。更加係還唔起啲債，咁最終嘅結果呢，一係長期即係半生不死，一係呢就直接爆雷爛尾。咁第三個死穴嘅話呢，就係投資客佔比過高，全部呢變成啲雜盤客，二手嘅市場呢徹底癱瘓。馬鞍島同一開始呢就唔係俾本地人自住嘅，係俾啲深圳客啊同埋啲港澳客啊、投資客啊、啲炒房客啊。當年呢70%以上%呢都係啲投資客嚟嘅，投資客呢買樓唔係為咗住為主嘅。係為咗漲同埋為咗賣，為咗賺啲他價。咁今日啲房價腰斬呢，蝕呢就蝕大錢，唔賣呢就日蝕月供。結果係大量嘅投資客掛牌拋售，3-4天套嘅二手壓咗喺度，價錢呢就越掛越低，越賣越平。新房呢比二手房平，二手呢比新房更加難賣。新房都賣唔喐，二手房更加係無人問津啊！流動性徹底枯竭，房子呢就變咗負資產。你住嘅話呢又唔方便，租呢又租唔起價，賣又賣唔出。供樓仲要月月咁樣出血啊！咁第四個死穴嘅話呢，就規劃畫餅太大啦，兌現太慢，預期呢徹底崩潰。咁樣馬鞍島推嘅係咩呢？中山嘅科技大學、中山一院嘅退坑園區、咩濱海嘅 CBD 啊，同埋文化中心啊、總部基地啊，同埋科學家小鎮啊，幾十萬嘅人口，今日嘅現實係咩啊？學校呢就未投入使用，醫院呢就未建成 ，CBD 呢當係一張圖紙嚟嘅。咁寫字樓呢就大部分都係空置嘅。灣粒嘅島上呢真係黑掹掹，人氣冷清啊！咁深中通道嘅話，通啲的確係方便，但係通行費呢非常之貴，日常嘅通行成本呢非常之高。深圳人呢根本唔會每日過橋住馬鞍島，所謂嘅深中同城呢對樓市嘅拉動幾乎係為零嘅，利好呢全部兌現完，房價呢反而跌穿到底，預期一冇呢樓市又會死啦。講到嚟呢度，我知道好多人想問馬鞍島樓市仲有冇得救啊？我同你講句真話啊，短期內嘅話真係冇得救。中期呢係好難翻身，咁長期嘅話呢真係要睇天意啦。短期1到3年呢庫存量太高啦，去化週期25個月以上，開發商繼續降價求生，二手嘅話繼續砸盤，咁房價呢繼續跌，就算政策救市啊，同埋降息降首付放鬆限購啊，都救唔翻佢啊，因為供求關係呢擺咗喺度，幾萬套貨冇人接盤，點樣救啊？中期嘅話3到5年要等人口慢慢咁樣流入，要等配套慢慢咁樣兌現，要等庫存慢慢咁樣消化。但問題人口嘅流入速度太慢啦，配套兌現太慢啦，而且新貨呢仲會不斷咁樣推出，就算好起身啊，都係非常之慢嘅。
唔可能再暴漲噶啦。當年嘅投資神話呢，永遠係救唔翻嚟噶啦。長期5到10年，如果中山真係可以將啲產業做起身，將啲人口引流過嚟嘅話，馬鞍島可能會變成一個正常嘅居住區。但係諗翻起3萬一方呢，簡直係痴人說夢。我再同已經買咗馬鞍島嘅業主講句真心話啦，如果你係攞嚟自住嘅話，冇辦法安心咁住落去啦，唔好再睇啲房價啦，真係越睇越心痛啊！如果你係想投資、想解套、想盡早降價出貨嘅話呢，真係越拖越遲嘅啫，唔好再幻想咩價錢反彈呢啲嘢啦，唔好再聽人哋畫餅。如果你仲想聽馬鞍島嘅話呢，我真係勸你醒少少啦，呢度係全中山庫存量最高、去化最慢、風險最大、配套最缺、人氣最少嘅區域嚟。同等價錢嘅話呢，你有大把更好嘅選擇。我再總結一次啦，馬鞍島嘅樓市死亡嘅全部邏輯啦。第一嘅話呢，由規劃推上天，吸引全國嘅開發商瘋狂啲過嚟呢邊攞地。咁第二個嘅話呢，就開發商高負債、高槓桿，借錢起樓，空手套白狼。第三個嘅話呢，就投資客瘋狂入場啊，房價呢炒到高位。咁第四嘅話呢，就供應嘅爆炸啦，人口跟唔上，需求呢亦都跟唔上。第五嘅話呢，就深中通道嘅通車啦，利好得盡，房價呢開始暴跌啦。第六嘅話呢，就開發商賣唔喐樓，冇回款，還唔起債，資金鏈非常之緊張啊。第七個嘅話呢，就降價促銷，二手集盤流動性嘅枯竭。第八個嘅話呢，就去化周期長達25個月以上啊，樓市呢真係徹底冰封啊。第九個嘅話呢，就爛尾風險同埋債務嘅風險，負資產風險全面爆發。第10個嘅話呢，就信心嘅崩塌啦，預期歸零，樓市正式宣告死亡。各位，買樓係人生最大一筆支出嚟㗎，唔好俾啲銷售同埋啲話術去迷惑，唔好俾所謂嘅規劃畫餅去洗腦，唔好貪一時平，更加唔好賭所謂嘅未來。你要睇翻個數據，睇翻個庫存，睇翻個人口，睇翻啲產業，睇翻開發商嘅資金鏈，睇翻供求關係。馬鞍島嘅教訓呢係全中山、全灣區買房人嘅警鐘嚟嘅。冇人口嘅地方，冇未來，冇產業嘅地方，冇支撐，高槓桿嘅開發商靠唔住，全靠炒嘅樓市必定係會崩盤㗎。去化周期超長嘅區域呢，絕對唔好掂。今日我講嘅所有嘢呢，都係事實，都係數據，都係無數人用金銀白銀買翻嚟嘅教訓。我唔針對任何一個樓盤啊，我唔針對任何一個開發商，我只係一個講真話嘅房產人。我希望你哋唔好再睇坑，唔好再上套啦，唔好再將一生嘅積蓄投喺一個已經死咗嘅樓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想入手馬鞍島，有朋友已經係被套咗喺馬鞍島，有朋友仲相信馬鞍島會反彈翻倍，麻煩你將呢條視頻 share 俾佢，等佢睇清楚個真相，等佢醒一醒。今期嘅內容呢就到呢度啦，非常之感謝睇到呢度嘅朋友啊！最後講多次啦，如果支持租神嘅，可以幫我點個訂閱，咁樣呢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嘅內容啦。我哋下期再見啦！